到哪里，不会像他这样说义务可是用的，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哈 ，OK， 好来，再来，我们要走到患者的前面，走到他前面问他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噎到了？”哎，摇手的不是啊，都卖草摇。哦，如果他跟你讲，嘿，对，我噎到，要不要理他？不要，不要。好来，好是哈 ，OK， 好，你就走到后面。如果他的脚没有张开，要不要打他？要不要这样？他脚没张开，不要去把他拉开哦。好来，你脚合起来。他如果脚合起来的话，我们就脚都放在旁边就好了。他脚如果可以张开的话，我们就伸进去。那手在哪里？他的肚脐的稍上方。肚脐上方。手是这样子哦，过来，这只手在这里。好，身体稍微让它往前，大力的压。好，我这里时候是轻轻的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躺这边。这边正好好，看好哦，这样子，轻轻的压。他如果晕倒了，手就放松。这时候你把它收起来，让他躺下来。很好的人，瘦，对，瘦，这样子把它放下。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，有一些人会很恶死，会倒离开，啪的一声有没有？可以撞倒。好了 ，OK 起来，可以起来了。躺下来很舒服哦。